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我又要介紹一隻百得翡麗嘅複雜功能腕錶俾大家睇啦。咁呢一隻咧鋼款嘅複雜功能啦，就擁有呢個世界時間啦，再加埋呢個計時功能嘅喎。大家唔好以為會複雜功能嘅機芯咧就會一定好貴啦。等我而家嚟介紹下呢隻5935A 俾大家睇下。呢隻錶最搶眼嘅地方咧，就當然係佢嘅三文魚錶盤，再加上咧入邊嘅紋理啦。我自己覺得咧高級感咧即刻出咗嚟啊！24個城市咧嘅時環咧，就喺呢個10點位置咧一撳就可以跳去另一個城市咯。所以成日出差嘅你咧就至適合呢隻錶啦。跟住就係6點位置呢度咧就有個30分鐘嘅計時啦，只要咧輕輕一撳，計時功能咧就即刻出咗嚟啦。然之後咧就可以撳停，再撳翻呢個飛行，係咪好好玩呢？哇！唔講咁大家唔知咧，呢隻錶有55個小時嘅儲存動力啦，而且咧配有2條錶帶，分別就係呢個牛皮啦同埋呢個鏡皮，咁所以咧可以特別地配搭出唔同嘅造型嘅喎。呢隻咁複雜嘅手錶咧，連英國足球員Harry Kane 都擁有佢嘅。咁其實一個鋼款啦、複雜機芯再加埋計時功能嘅一隻手錶，大家唔好以為好貴喎，只要40幾萬港幣咧就可以擁有佢噶啦。歡迎查詢。